天生的听众，拄则甲咱各位所讲解的这段经，就是解说甲正文第60页，就是解说甲正文第60页，对头先倒来解说甲第4节，对头先倒来解说甲第4节，解说甲不动是不动，无情无佛种。即嘛应该呢，爱来煞解说一遍。一遍就是先令分别相，第一义不动，但作如此见，即是真如用。报诸学道人，努力殊容易。博以大乘文，曲集成书底。即嘛要来解说这个道理。先令分别相，第一义不动。这个就是说明真如的妙用。令先分别相，名叫做做先分别啦。甲咱普通的分别呢，就是有所不同。什么是叫做先分别呢？就是对于世间一切的事物，会当好做一种的最正确的了解。虽然是讲做最正确的分析，做最正确的了解，毋过呢，袂去甲伊执着。也会使讲就是一种的真正客观的分析，对一项的事物啦，真正客观的分析。会当好来好好来分别世间的种种的差别相，这就是遮所讲的零线分别相。虽然是讲零线分别相，却是呢第一义不动。第一义不动，第一义就是来自法性的真理。这个法性的真理呢是不动，这就甲前面有情即界动不同，也甲前面迄个无情即不同也是无共款。若是咱凡夫呢，咱的众生因为有这个凡夫的见解，所以心就动啦。毋过伫遮确实零线分别相，第一义不动。若是无情的物件呢，心也无作用。迄项物件本身呢，也无迄个自己的动的能力，完全是属于被动。但第一义虽然是不动，却是呢零线分别相。这就是咧指真如的妙用。所以伫遮所讲的零线分别相，就是讲。对于一项的事物，应付一项的事物，会当回来不动的心。那么这呢，就是伫遮所讲的零线分别相。虽然是讲零线分别相啦，却是伊的真心的本体呢，是本来不动摇。咱必须要了解心。这块讲就是最可贵的物件，也世间的这事物就是最无价值的物件。毋过咱凡夫众生因为袂啦，所以这个最可贵的心呢，确实互迄个最无价值的世间的物件来伫咧甲伊左右。咱岂毋是安尼呢？比如讲咱讲一个譬如，讲一个例。咱一个真正爱惜的物件，弄歹去，哇，心肝底呢就足毋甘的。若是咱甲咱弄歹呢，咱会起受去会共骂，若搁较严重，可能共讲共拍。那事实上，世间的物件就是一种的无常变化。无常变化，
会歹去。那这也是一种的平常事啊。那为什么歹就伫咧毋甘啦？伫咧受气啦，伫咧烦恼呢？安尼岂毋是咱即个真正宝贵的心，去互迄个无价值的世间的事物来甲咱左右呢？若是佛啦，就毋是安尼。伊对世间一切事物，会当好站在最客观的立场，去做一个最正确的分析。虽然是讲做最正确的分析，却是伊的真心本体本来不动摇。同时呢，换倒转来讲，也就是因为伊所做的分析是一种的客观的正确的，所以才会第一不动。若是咱一般的凡夫众生呢，咱看一项物件，去了解一项物件，咱一定呢站在咱的主观的立场。那这个主观的立场，就是讲咱本身呢，就袂前袂着有一个成见伫咧，有一个执着，有一个咱的成见，咱的执着。换一句话讲，就是讲对这项物件，咱实在是还袂看，咱已经在内心已经甲决定了，已经甲判断。好莫呢，在咱内心已经先做一个判断，先做一个决定。所以安尼，你这个物件实在是好的，实在是对的。你若心本来有一个成见，讲这是歹，这是毋对的。也那呢，你看到迄个物件实在是好呀，你也无该感觉讲都是好。咱以咱人甲人来讲，这是最明显。比如讲，人甲人的中间有前生前世所结来缘，或者是善缘，或者是恶缘。那咱甲人讲，甲一个人结恶缘，本来咱对这个人印象都无好。所以呢，对这个人咱甲估计就是讲，这个人逐项拢歹。也咱看伊所做的代志，无一项是好的。在这中间，有当时阵人有迄个好的表现，你嘛讲迄无好啦，迄歹，变成安尼去，所以就失真啦。在失真迄个所在呢，你的心就动摇了。所以咱一般众生就是无法度好来善分别，无法度好在第一不动。伫遮所教咱的就是讲，咱凡是要看一个物件，要看一个人，咱要分析一项代志，咱必须呢，袂使你在内心中呢，先有一个成见，就是讲先有咱一个执着的见解，咱有一个主观的判断，有一个成见底下呢，咱所看的事物一定是错误，要在这个错误所在。会引起真正严重对咱的损失。本来是一个好人，你该当做歹人；本来是一个歹人，你可以该当做好人。歹人当做好人来用呢，你看，你的损失偌大。这个好人，你甲当做歹人，你毋该用，你的损失又阁是偌大呢？迄个损失来讲是非常大。六祖慧能大师遮所甲咱讲就是讲咱呢，必须要运用智慧，会当好。站在客观的立场来分别世间的种种的差别法相，但在这个所在呢，一定必须在第一不动才使。下面讲但作如此见即是真如用。讲假如你若是有这款的见解，安尼这呢就是一种的真如用。如此见所指的呢？就是毋通参像迄个无情的不动，必须呢爱善良分别自发相，伊的一义不动。意思就是讲，虽然坐禅是叫咱毋通有妄念，但是毋通有妄念，正都是爱提起正念来。毋是讲叫你毋通有这个分别妄念，心呢所参像迄个插头，像迄石头。所定伫遐，拢无伫咧作用，毋是这个意思。所以你若是会晓来了解像前面这个道理，就是讲善良分别自发相，第一不动，安尼呢就是一种的真如用。这个真如用，就是讲这个就是真如佛性的妙用啦。即嘛讲到这个所在就是指这个动静。那么动甲静这两个呢，
袂使咧偏在一边。若是咱现在是一般凡夫的众生呢，就只有偏在这个动。那即款动就是变成一种妄动。咱心的作用也无受过智慧的分析无有经过智慧来甲咱指导就一种的妄动，乌白相当相使，乌白去分别判断一项代志，这拢是种妄动。咱众生的行为，咱众生的喙，咱伫咧喙咧叮当啦，骹手咧叮当啦，也是一种妄动。因为咱伫咧讲话时阵，无经过咱的智慧来去甲分析，即句话该不该讲，要如何来去判断，咱拢无安尼，想啥物就讲啥物，这是毋是乌白讲啦？咱身躯要做一项代志，也无经过理智甲分析，讲即个代志我做安尼到底是对毋对？是该做，或者是无应该做。也在这个所在，就是变成随心所欲。我若欢喜做，就要做；我若无欢喜做，就无要做。那安尼变起来呢，就是一种妄动。那即款的妄动，甲遮所讲的即个真如之用迄款的经过理智分析的妙用呢，可讲是完全不同。六祖慧能大师教当其时的弟子必须呢先冷善分别相依，第一义不动安尼呢来发起真如的妙用。下面讲宝珠学道人努力使用意，莫以大成文曲集成书的。即下面呢就是在说明正不正的问题。正就是正集啦，或者是讲正论。那佫讲一个较坦白。六祖慧能大师呢，教咱爱修这个无证的法门，就是讲爱来修这个无证的三昧。宝珠学道人这个宝就是开示开示为什么用这个宝呢？这个宝就是咱普通讲做通宝，就是讲互恁知的意思。就是讲自这个道理来报互恁知，自这个道理来讲互恁知。我们叫做宝珠学道人，努力使用意。这个努力使用意呢，这个努力就是讲认真需要呢来用意。这个用意就是讲用心宝珠学道人努力使用意。从这个做咱可以了解六祖慧能大师的修行呢，毋是这种的空洞的理论。虽然六祖慧能大师在前面讲真正济，咱伫咧用讲修行袂使咧起心作意，袂使起分别念等等，但伫这个所在呢，却是叫做回头倒转来，叫咱必须爱用意。那事实上，伫咧学去修行人，你若是无用心，你是要修啥物行你若无用心，当然你无可能修行。那到你修到你有一天你的功夫已经完全成就了。迄当阵呢，你才是袂使你执着在迄个功夫上面。所以对这个努力使用意这句话甲袂使你有法执这个问题呢，我伫遮呢应该来提一个简单的比例起来，甲咱各位说明。咱金刚经也完咧伫咧讲。咱的佛法就敢若亲像啥呢？敢像是个竹牌咱较早无用准用竹牌这竹牌要创啥物呢？就是要过水。比如讲有一条溪呢，真宽，咱呢伫溪这边，要过来溪迄边。那现在是桥铺甲扁啦，有车驶过，迄是无问题咯。但是较早交通毋是遮尔利便。这边坪顶要过迄边坪顶，中间有一条真大条、真宽的沟。若安尼呢，你必须爱将迄个竹牌就是讲竹来固的，也架起来变成一个片竹牌。你人呢坐去竹牌顶，坐去竹牌顶必须爱过手落去摇去过安尼才会当好将这边走到迄边去无竹牌自己甲会叮当呢，嘛袂叮当。但是你即马做这个竹牌过迄边，你就知影讲这个竹牌是要创啥用的？这个竹牌是要互你过这个水
那你既然到位了呢，你这竹牌甲放下去，竹牌也毋通阁放大遐，毋通讲你阁甲排掉咧，阁将阁排倒去你面顶，安尼呢变成增加你的负担。哦，这是一个譬如啦。这个譬如，咱就尽量去了解，咱伫咧学佛修行，讲如法如则。咱伫咧学佛修行，伫咧修这个法门啦。这个法门就等于咧竹牌共款。呀，咱众生现世是在生死的处间，咱要到甲迄个涅槃的彼岸。咱将这个生死的处间，要到甲涅槃的彼岸中间，有一个烦恼的河流。你要渡过这个烦恼的河流，到甲涅槃的彼岸呢？必须爱修行，就等于爱有一个竹牌共款。啊，你这竹牌必须认真过，才会当好将这边行迄个水顶到甲迄边去。共款的意思啊，咱学佛修行，利用这个法门伫咧修，咱必须认真修啊，安尼才会当好将生死的处间到甲涅槃的彼岸。毋过你一旦到涅槃的彼岸了呢，你这个修的法门啊，你毋通搁再家执，必须家放下。那你若是家执呢，就等于讲你已经过到位啊，即马自迄个竹牌呢，所摕来拍伫脚趾片顶伫咧拍，共款的意思。所以六祖慧能大师，或者是讲佛啦，或者是讲过去菩萨，教咱伫咧修行毋通有一个法执，那就是讲咱对所修所证。袂使你起一个执着心，等于讲咱一旦都过到位，迄竹牌就甲放下，咱人别行起来就好了。但是呢，叫你讲毋通有这个执着，并毋是讲叫你毋免修行。你若是讲毋免修行，那就完全错误。那就等于讲，迄竹牌你毋免甲过，毋免甲过，那会叮当，你永远嘛是伫这边啊。你若是讲无用心去修行，永远嘛是在这个生死道中。所以叫做慧能大师呢，在前面虽然教真济啊，教咱讲咱毋通来执着等等，但呢，确实伫这个所在啊，教咱讲必须努力用心，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事理啊，拢配合，事理拢运用。一边讲莫以大乘文啊，曲执成事理。我毋通啊，在这个大乘文的所在。这个大乘文就是个至顿教的法文，曲执成事理。讲你反倒转来呢，来执这个成事理，已经入于大乘的法文，就是讲已经入于大乘顿教的法文啊，就是离开了成事理。这个成事理就是一种的生死的执着的意思。这个理咱能够当作讲。大智慧的智，毋通当作讲圣人的智慧的智。伫遮所讲的智，乃是一种分别执着。已经入于大乘文呢，就是离开了生死理。所以呢，袂使你在这个大乘文中，搁再执着迄个生死之见。这个生死理呢，就是落在生死的见识的意思。那意思就是讲，咱呢，爱依着。大乘禅宗顿教的法门，好好来去修，毋通搁再执着在生死的境界上面。下面若言下相应，即用轮回义；若实不相应，合众令欢喜。这呢就是教咱正不正的意思。若言下相应。言下就是讲，咱在讲迄句话迄个所在，就是讲咱甲人伫咧谈论，在讲话迄个所在呢，会当好来相应。这个相应就是彼此会当好投机，彼此会当好契合。所讲的话若是会当好投机呢，即用轮回义。你呢就介意来共同。来讨论佛教的道理，安尼叫做讲做即用轮回义。讲若实不相应，合众令欢喜。讲假种若是实实在在不相应，这个不相应就是讲袂投机啦。所讲的话袂投机，要哪呢？就合众令欢喜。合众就是表示恭敬。
灵欢喜呢，就是讲思灵伊啊，内心会当生起欢喜，安尼叫做合掌灵欢喜。这四句话啊，虽然是六祖慧能大师伫咧开示当时的弟子啊，但是咱现主时家摕来用呢，也可以讲就是真好的法文。咱伫咧修学佛法的人，当然呢，希望将佛法来甲伊弘扬出去。所以，若是对弘扬佛法较热心的人，咱拄着人啊，就希望将佛法讲互人听。你佛法讲互人听，对方若是会相应，就是讲你甲讲的话呢，伊要接受你，会投机。甚至啦，你甲讲了，伊话无了解，就搁再来问你。若是有即个情形呢，你就一直来甲伊谈论，来去甲伊讨论。这就是前面者所讲的若言下相应，即共论佛义的意思。但毋是讲每一个人拢有善根，所以有的人呢，你虽然要甲伊讲佛法，确实伊呢毋爱甲你听。那在这个情形之下，要安怎样呢？咱就甲合一个掌，需要生起欢喜心，无需要搁再甲伊争论。尤其是咱现主时呢，有一寡护佛法的外道，也讲一寡似是而非的道理。伊明明都毋对，甲你争，争甲对。在这个情形之下，咱是毋是有需要甲伊争呢？因为你甲伊讲，伊根本无要甲伊接受。伊无要甲伊接受，你甲争有路用嘛？实在是无路用。这变成讲加枉费精神加了亏力咧。即马争来争去，害即马伊去起受起屁面，也拿咧呢反射所甲你诽谤，安尼就冇啦。所以咱即马伫咧讲话中间，那互咱探出讲对方根本诶无法度来接受正法，安尼就阿弥陀佛一句，咱手合掌，安尼咱就准拄好诶啦。无需要搁再一直争落去，骹哪争来讲，伊绝对袂当接受你。既然伊有即种成见，袂当接受你那可以讲就是无法度啦，无办法。在这个情形之下呢，咱就合掌灵欢喜就可以了。下面讲此中本无正正即失道义。此中就是来自顿教宗文，就是讲顿教禅宗的法文本来就是一种的无正三昧。这个无正三昧在《金刚经》内底原来就在讲五德无正三昧，人中最为第一。讲我呢得到了迄个无正的三昧，那这个无正三昧呢，在所有的人其中我是第一，就是讲得到最高的这款无正三昧的道理，这款法文，在《金刚经》口诀内底讲何名无正三昧为阿罗汉心无生别起来，为有本觉相照，故名无正三昧。这是六祖慧能大师对无正三昧的解说讲什么是无正三昧就是讲这个阿罗汉伊的心呢，无生别心，无起来心，只有本觉相照，就是讲只有本来觉悟的智慧常常照了。所以名叫做讲无正三昧。那这个无正三昧，依照六祖慧能大师所讲的，这完全讲迄个无正三昧根本。就是讲，咱为啥会甲人争论就是讲，咱有一个妄念的分别，有一个虚妄心的分别。咱有一个成见，对方有一个成见，但是伊的看法甲咱看法无共，大家都争起来假如讲，若是得到无正三昧的人，伊无这个妄念分别心。只有智慧照了，只有智慧照了，对世间的事物一清二楚。有啥物款的争论呢？无需要甲人争。伊若毋对，咱知影讲伊毋对就好，根本就无需要争。所以才讲做争即失道义。讲假如若是争呢，就失去了道义了。争即失道义意思就是讲。本来咱一个修行人，应该呢，大家爱毋通有争论。假如讲咱是有争论就失去了道心。这个
道义，就是道心的意思。在《地道论》第11我来讲须菩提以地之中，得无净三昧最为第一。无净三昧上，相关众生不能心恼，道行灵敏。在《大地大论》所讲，就是讲须菩提尊者呢，是在佛的地之中啊，来得到无净三昧。也这个无净三昧的相，就是讲这个无净三昧表现在外表到底是啥物呢？就是常常呢来观察众生，袂使众生内心起烦恼，对众生呢只有慈悲，只有怜悯。这就是一种的无净三昧。所以这无净三昧意思就是讲，咱唔通甲人起争论。为啥唔通甲人起争论呢？因为咱必须要有慈悲对待众生。那慈悲对待众生，唱书是讲众生有唔对的所在，咱有这慈悲心对待就是当原谅的。那会当原谅，你要甲争什么呢？当然就无可争了。所以才讲做本宗初宗本无净。正直是道义，注意先生太重，咱今日节目时间经到，所以我甲咱各位所讲解的这段经，就讲到这个所在。感谢诸位收听，祝诸位法喜充满。